来看台南市本土的天狗日的疫情哦，昨已经搁增加30例，计共已经有587例。欢乐讲这几天风台雨水真济，可能会有真济所在积水哦，防疫的工作会受到影响。台南市政府嘛提醒民众，风台过了就要赶紧摒扫，有积水的物件就要清好清气。 受到风台影响，台南7月27虽然休困一天，不过上早发生本土天狗日疫情的林德区成功里，里长趁着风雨也未真大的时阵，来到社区内底巡视。 下大雨来的时候，把我们的药物都冲刷掉之后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心呐。巡视厝后的水沟，就是烦恼风台带来大雨，会互喷药仔的效果全部去了。尤其林德区成功里最近的疫情已经渐渐受到控制，但是其他的地区天狗日疫情继续咧扩大。台南7月26加添30个本土病例，区域也渐渐扩展到12个行政区，累积587例。台南市政府强调，风雨过了后会全力动员。 把握落雨过7天的黄金期，台风天夹带的大豪雨，我们也是很无奈。我希望大家，我们全体的里民能够继续保持环境的整洁，继续做好巡道清刷的工作。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台风过去，这8、9月之前的台风让登革热的病例数快速增长，因此呢，我们特别要戒慎恐惧，在台风过去后要严加防范，而且要 赶快就去做滋生源清除。台南天狗日防治中心也向中央申请加派国军支援喷药啊，国军8军团7月26开始已经全力来支援，协助市政府防疫团队控制疫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